121年度推动客語教學2年自由學教老年人，推動客語教學自由學教。苗栗縣三萬鄉3萬國民小學。我觉得客家文化有其珍贵的地方，尤其在这边跟着阿公阿婆一起说客语，或是听他们在讲细数客语文化的种种，我会觉得有一种使命感，应该要协助他们，或是呢，应该要带领我们的孩子跟他们多亲近，把客家文化、客家语言保留下来，这是我的使命。我上課方式我會帶圖片，因為有的些人咧唔會講客啊，唔會講客，所以咧我上課嘅時間國語老客會空下講，課堂上會遇到嘅問題就係些人係唔曉講嘅時間，佢會真正用國語嚟翻啊，所以我就會老佢變成下神法化，所以就愛老佢用國語個客應講，蘿蔔糕、蘿蔔板。蘿蔔糕、蘿蔔板、糯飯、發飯，因為所有嘅小朋友咯，唔係客家人，啲班上呢，我有一兩隻嘅係外地轉入來，我就3萬鄉，所以上課嘅時間，我就會先用國語來講，講睇再嚟講客，過後尾我會再個問小朋友，家下我講嘅係乜嘅，唔同意什麼？係他唔識的話，我又會再個講解一遍。所以呢，都愛達成一家下，我哋就會用講嘅方式，嚇，用講嘅方式來，因為我本身也設計啲客家話用華語來發言。學校有一隻社團，係客家戲曲嘅社團。啲倆社團地度呢，做得老同學，當歡喜嘅大嘴鼓，啲嘅練習嘅時候。沒有當到好笑嘅事情去比賽，當然唔會緊張，不過一上台就唔會緊張誒。還有倆社團，用愛變成當厲害、當有名嘅人物。